大家观众朋友，食饱未？老师平安，平安，真欢喜哦！今仔日可会当来讲牛，老师最爱牛的款。咱已经连续3礼拜讲到牛啊吼，跟牛有关系。今仔日咱要讲即个牛是是讲伤济啦吼。其实最近战争还未停吼，战争对无？迄个乌克兰战争吼还未停吼。因进前拢想讲要用啥物方法，咱想拢无啥有效哦。咱今仔日嘛是要来看讲，是毋是人济就有效？战争是毋是人济就会赢安尼哦？哦，明辉来呀，梅秋来呀，你好，平安。所以今仔日咱看迄个坐牛大无本，嘿，坐牛大无本。个刷咧，佮有人佮加一句讲坐某无当困。嘿，最后咱来讲迄句坐牛大无本哦，因为即阵的人哦无啥了解即句话啥物意思，但是台湾的俗语是对较早台湾人的社会生活经验讲出来。哦，像我所了解。牛屎叫做粪吼，牛屎吼是足好用，牛屎佫袂臭，因为牛食草嘛，伊放个屎就有一个草的香味，并袂臭，所以牛屎用途吼，伫阮较早，阮有哪有真侪人的厝啦，伊的厝的壁，就用迄个用竹啊吼破做边个味啊，甲伊边边咧。用条啊菜咧以后，就用牛屎落去抹，牛屎搅土粉，搅球土啦，牛屎搅球土变成阿门土，就会黏，会黏哦，你就当去固壁，所以牛屎会当固壁吼，会当去厝用。佮上重要就是牛屎要做肥料，因为较早无化肥，所有的种植一定爱肥料，若无伊的树物就大袂好势。大袂好势要安怎？就爱用肥。所讲的用肥，就是用牛屎、用人的屎，屎尿啦，是讲树迄个草啊，甲熬烂去以后，就正做肥料吼。即阵是拢用化学肥啊，无共款。所以咱来了解牛屎用途，就讲坐牛大无粪，意思讲你牛若坐伊放屎以后吼。一只甲迄只，迄骹拢一直甲迄个牛屎打互散去，甲迄个粪，甲牛屎拢打甲散去，就无啊。我记我较早咧看牛，无效啊，嘿，无效啊。我较早看牛食草时，阮有一阵囡仔，阮的囡仔一阵差不多到尾10个人，其中就有对一个捡牛屎，伊无看牛，伊专门担一个粪机，专门咧捡牛屎。阮的牛屎啦，阮的牛若放屎，就留要互伊。因为若无甲顾好吼，别人会来抢去，所以迄牛屎爱顾咧，爱顾阮的朋友。我会记迄个朋友后来做，伊大汉以后，迄个送批啦，咧做油菜哦。伊吼有时甲迄个粪机直接倒去牛的后壁遐，牛咧放屎，伊个粪机直接倒去，拢免不做方便。观众朋友有捡过牛屎无？杜老师讲牛屎让变什么黄金？听讲即阵吼，什么日币贬值啊？足侪讲泰铢贬值，就是足侪个的钱拢愈来愈薄啊，对无吼？所以人讲吼爱买黄金，即阵牛屎当变黄金，所以捡牛屎就搞安尼，真是安尼。真好吼。好，多谢啊！梅花嘛来呀，吼，淑华嘛来呀。坐某无通困，讲你某若坐，若阵下迄某拢真好，就烧尿嘛，讲毋免啦，你去遐烧尿，毋知影要去倒困，若感情若无好呢，就烧计较。烧计较。看要感情歹，你拢无好，伤济拢毋好。安尼。是安尼。好来，咱来看圣经哦。其实圣经内底，阮有一个所在咧讲圣经有一个士师记7章3节咧讲一个故事，就讲用300个人去占领10几万，
安尼真够哦，一个杀500人啊，就讲300个人战赢10几万人。即阵即个俄这个国应该故事哦，神经。这个故事咱小可来看者讲，当你着宣布互百姓听，既若惊吓，阮的人通离开基列山倒去。是。对安尼，百姓中有22000人倒去，还有剩1万。即段圣经哦，的背景就是讲，因为以色列人哦，以色列人因为上帝面对出埃及带因来迦南嘛，因入来迦南以后，互迦南遐个人哦，迦南遐个人有拜偶像以色列人就对人去拜，上帝生气，生气就。好，你对我安尼，就要甲伊教训、教死啊！就缅甸的人来甲因欺负啦，因也咧收买啊，因来甲抢，因的人就济啊，所以就无办法哩。因为足艰苦啊，有人就祈祷讲上帝啊，你着救阮脱离缅甸人的手啊，因为因安尼欺负阮，上帝讲好，就找一个基甸，伊就讲好我。就感动一个基甸，讲你起来，我叫伊招兵马啦，伊就去招，互国内招足侪兵，招22000人诶，拢总招32000人，32000人要到对敌相战，上帝讲毋好啦，遐伤济啊，伤济人，有人咧战争嫌伤济人诶哦。伊讲安尼伤济毋好来，咱看伊要安尼甲伊教讲要安怎互伊较少人。是。伊讲若论呢，什物叫论呢？论呢就讲三心两意，讲我还阁有，阮兜还阁有伫我还未挂。阮某要生囝。哦，对啦对，有足侪理由啊，有足侪安尼论呢，讲我要去毋去，等2日啊，还是讲就是一款人无决心。一款人讲恁拢转去，互因转去，结果有22000人转去。因为惊讲，咱遮尔弱，人10几万，咱拢总到几个人，要安怎甲人相拍，一定输诶嘛，对无？惊毋敢去。论呢，就是惊毋敢惊论呢，做代志毋通论呢。是，毋通迄个上济吼。所以剩1万人，上帝讲佫伤济呢，是毋是？我对基甸讲，人还佫伤济，剩1万人，人10几万，安尼讲还佫伤济。你着带因落去到水边，我要伫遐甲你试因，讲我上帝要佫甲因试看对一款会当做军人。会当做忠实的军人，尽忠的军人。若无尽忠的，无确实会当做军人的，拢加转去。伊往一步就讲，你互因食水，遮1万人，本来1万人足公平的呢。伊讲你看阮1万人一定作用的，我互人选着，其他拢毋是论的人，拢做勇敢。是勇敢的人哦，就去甲伊饲讲，互因食水哦，逐个拢开始食水，食水的方法足侪款，有人就跪落去，伫遐像牛安尼吼，头落去就输，有人就跪落去，武器放咱边喝水哦，踮遐食，还是用什物物件卡来甲，足侪方法咧食水，结果上帝讲，我若讲什物人吼，对一款人咧食水的方法。我叫伊徛一边，你着叫伊徛一边。最后吼，就讲对即款诶人，伊个上帝甲袂呢，就讲你诶武器甲你举掉，你食水诶时候武器举掉，然后你用手喝水起来纳水。纳水诶意思就讲用水存出来，踮迄个你诶手诶顶悬诶水安尼纳，像咱咧狗仔咧食水，猫仔咧食水，是毋是拢用纳？就是讲，手爱甲水浮起来安尼啉。对，即款因为伊武器也个伫咧，就讲对敌人来诶时阵，你随时会当甲伊相战。你毋免讲敌人来啦，我会顶伫底，我会枪伫底，毋来放弃啊！我会剑伫底，敢要找无？落水里面。
来落水内面去啊。找无都用刣死去啊。所以即款人剩300。野花家己电讲，我要用遮个纳水的300人救你，将你的人交伫你的手，正百姓拢通倒去伊的所在，拢总会倒去。所以拢总300人都够啊，300人。300人安怎整？其实你看因应该爱注定爱成功的啦，是安怎讲呢？伊300人甲分做3队，3队伊逐个人拢互伊摕一个空的甕仔，甕仔安尼空空叫的，就讲甕仔就是像迄手像迄杆仔较大个，用灰做迄个甕仔啦。我毋知影即摆人知影甕仔是啥物货无？就是水缸啦。甕仔，甕仔因甕仔甕仔有安尼锵锵叫的声，你若讲互我锵，听了足恐怖的。逐个人拢有摕甕仔，甕仔内底去放火把、火把、火把有火，来手正手拢举扫角落去，举迄个羊角啦，羊仔角有拄咱分足大声迄种。基甸就甲因讲伊分做3队，分到对敌的部队的四面拢甲围起来，围起因的外围就对啦。当西人都甲围起来，基甸交代讲，恁若听到讲破安尼声，我若安怎做，恁就安怎做。我若讲破安尼，恁就应该爱讲互破。然后我若分扫角，恁拢爱分。我讲这是我甲基甸的刀。恁拢安尼讲，就无拢讲到3更半暝，应该毋是差不多2点。我拄好有一个羊角对啊，就是用这分，我做分。正手爱举这正手爱举这。正手分了倒手举迄个。举火把。喙呢还佫话讲，这是耶和华甲基甸的刀。你甲想伊准对当兵安尼发，咧困的人，应该毋是2点，逐个人拢困到足冬眠的。临时爬起来讲，哇，耶和华甲基甸倒来，伊听着讲伫当兵咧冲过来，伊安尼含面就赶紧要走，走对倒去，一定走对西边去嘛，对无？西边的人听着，一定走对当兵啦。中的人要走去对，毋知影嘛。即摆东边冲过来，西边冲过来。中的人想讲这就是基甸的刀。中的人就拍出去对无？拍出去就相拍，相拍东边拍中，西边拍中。最后东边甲西边甲相拍死了，10几万拢死伫遐。厉害！逃走的无嘛。所以300个人真正有够的吼。一本为人迄个为人做这个，足趣味的一个故事。其实这是耶和华的方法，这是上帝互人的方法。因为上帝的方法伊要互你赢，就要互你赢；互你败，就要互你败。拢伫伊的手头，所以咱伫伊的面前谦卑，咱若有胜利，还是讲什么话，毋通骄傲啦。你有较敖的事，毋通骄傲，这是也有法互你安尼。所以咱若要爱即个角就好啊。安尼，就是讲诶，其实咱毋是靠啥物足侪人，还是讲足敖诶啥物技术啊吼。毋是人敖啦，是上帝愿意安尼互你成功。互你开赢。讲的吼，牛屎有10几种用途吼，这嘛是上帝创造的对无吼？其实咱边仔拢有足侪物件吼，足好用的，其实咱拢毋知影吼。来，杜老师讲啥物？会当用牛屎来煮饭。来香火啊，香火烘土灶啊。我讲我要甲你讲一个故事呢。恁若知影台湾较早的生活吼。较早阮若冬天寒天啦，逐个囡仔拢会去烘土灶啊，就乌土灶。土灶的意思是讲，顶涂骹乌一条沟，然后内底甲用牛屎，打个牛屎拍打以后，甲点火倒，因为点火倒，牛屎足有粉，粉就照你乌的沟，
爱着安尼旋伊伫创诶所在，对涂骹穿出来，阮感觉安尼足趣味，足好耍，所以阮叫做用涂走啊，咧算涂走啊，因涂骹乌高，乌互伊，阵即工乌咧有3工出去，拢无共位，东西南北无共位，顶悬甲砍头下骹有一条沟，迄粉牛屎粉着安尼涂走啊，牛屎佫会当做玩具啦，做佚佗物佫会当做火柴。是啊是啊，来杜老师就讲即个煮饭会有一个特别的香味，所以阮的名花这马来西亚人开始印度讲伊做老煮食的吼，来就是对，就是讲其实耶和华的军队，毋免做吼精英就对啦，像迄书华姊妹讲的吼，圣经嘛有一句话讲，毋是我靠啥物，我靠灵。上帝的灵，才会当成。毋是我靠谁灵吼，会对。毋是靠你的力大。是，靠上帝的灵。靠上帝的灵，会当做大代志吼。所以，佫有另外一句叫做好，毋免好囝毋免找啦。找囝饿死爸啦！咱佫有另外就共款意思的俗语，好囝毋免找。你若宿济拢歹囝啦，无效咧。找囝饿死爸，饿就是饿啦，就讲枵死老爸拍拼，找无物件通食，饿死爸。所以老师敢若生2个，因为阮拢是好囝，那个来吼。好，今仔真欢喜，分众朋友吼，真热闹吼，来参加阮的台语吼学院，欢迎你会当家己按赞一下，足够的，因为咱拢毋是迄个啥物，咱拢毋是迄个歹囝吼。咱拢毋是迄个伤济，咱应该拢是300个吼，迄个300个去互敬着的人吼，嘛希望你的朋友会当来加入即个300个精英吼，你若想要赢的话，来明白阮的上帝伊有足侪方法吼，毋免靠足侪，毋免靠力大，毋免靠力大，毋免靠钱吼，毋免靠人济。真正诶吼，拢会赢好，所以后礼拜一下台湾8:10分，泰国7:10分，佮做伙来讲台语吼。即个节目是泰国科目基金会甲台南老师林老师吼，台南信教会吼做伙联合主持好，多谢观众朋友，多谢老师平安。